一個7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，留醫1日後死亡，係本港今年第一宗兒童感染流感死亡個案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話，嗰個男童上個月27號開始咳嗽同埋流鼻水，8月1號開始發燒，星期一病情惡化，反應遲緩，被帶到去瑪嘉烈醫院急症室求診，並獲安排喺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，但延至星期二不治。男童嘅呼吸道樣本經化驗之後，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，臨床診斷係甲型流感併發休克及腦病變。防護中心提醒市民，目前正值流感季節，家長必須注意患病兒童嘅身體狀況。一旦發現佢哋嘅情況轉差，例如係出現呼吸急促、喘鳴、嘴唇發紫、胸痛、神志模糊、持續發燒或者係抽搐等，必須立即前往急症室求醫。